我们一个总主题来分享不同的角度方向，来看见圣灵与圣灵同行，圣灵为我们祷告那个重要的部分哈。今天我们读了2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透过以赛亚书的宣告，上帝应许说：“我要带你们到我的圣山锡安。”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城。他说：“使你们在我祷告的殿中有喜乐。”这个殿是圣殿，但这个圣殿是祷告的殿，是神的子民跟上帝一个连结祷告的地方。说在那个地方有喜乐，而且因为是祷告的殿，我们将全心神交托，所以他要接受我们在祭坛所献的烧化祭和牲祭。意思是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了，我们的礼拜神悦纳了，所以他宣告说：“我的圣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万民什么意思？是凡是受他呼召、愿意跟随主、愿意接受这个呼召的人，都有份于这个祷告，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大人、小孩，或是长辈、年轻人，请记得，万民祷告的殿就是缺你不可，缺一不可，不是谁可以掌握的，是同心的祷告，就是万民的祷告。那第2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分享这个重要的我们常常在背的经文，我们怎么样透过圣灵的同在来领受这样的祝福。罗马书在这段经文当中非常简明扼要的跟我们提起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好像先设定了我们就有这样的不足了哈。那这个不是说打消我们的士气哈，或是贬低我们，他的意思是说，你的祷告要有一个管道，你的祷告要有一个圣灵的带领，请记得轻省，而且不是好像乱枪打鸟的，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是为什么不知道呢？这边有一些话语给我们一些提醒。第一个，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那你一听到软弱，就觉得说好像我一无是处，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软弱，我们等一下会做进一步的解说。意思是说，我们先认定我们自己有那个不足的部分，你那个需要才会被圣灵所来补足。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的软弱，那个是我们所确信的。他亲自用言语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向上帝祈求。他特别提到解释说，这个叹息不是唉声叹气无病呻吟或是说就是无聊就是生活好像觉得不满意倒是发怨言，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说用言语不能表达。哇，内容太丰富了，里面的信息太重要了，言语表达不出来的。圣灵用这样的叹息，台语叫做吐气，吐气。这个吐气很有意思不是简单的像我们的呼吸的吐气，是一个表达我们人跟神之间互相通信息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他说，圣灵用言语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向上帝祈求。好了，我们有软弱，圣灵要帮助我们。圣灵用言语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再来呢？第3个阶段是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那这个是一个顺路一个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而且说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替他的子民祈求。那所以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结论，就是我们有软弱，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那圣灵爱你，圣灵关心你，为你祈求。那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为你祷告。那这样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上帝因为爱你，上帝因为听到圣灵最明确的祷告，所以就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变成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单独你一个人安尼偶尔私语啦，或是安尼黑白念念来念去，是因为你跟圣灵一个美好的关系。圣灵知道你的底细，圣灵知道你的软弱，圣灵知道你的需要，然后为你向上帝祈求。那圣灵跟上帝是相通的，他知道他的心意呀，所以圣灵所求的就等于上帝完整的知道了。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需要所以因为这样，保罗在这一节就是28节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他说：“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就是说很多事情不是单独的存在，它是有互相影响的。那这样互相效力，就是有好有坏，有高有低这样子循环在互动当中，有人会因为他遇到困难，会遇到挫折，遇到失败，但是有人会因为这样得到利益，得到帮助。那这样的反反复复当中，请记得他这样应许说：爱上帝的人，你爱上帝吗？你怎么爱？到底是怎么做才是爱上帝？他说：爱上帝的人就是按他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你走上神的旨意当中，你走在上帝命定的道路当中，你走在上帝应许的道路当中，你回应了他的呼召，这个就是爱上帝的人。这些人呢，他在万事就是错综复杂的互相影响当中，你要得益处。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在这个火中抽柴，在大火当中一根柴被抽了出来，就是很特别的部分。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互相效力的整个大环境当中是获得益处的人，是被圣灵所拣选的，是爱上帝的人，这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主题。那这个也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有的人祷告一大堆都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但是有的人就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神的恩典一直跟他同在。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走出这个爱上帝的一个表现。那圣经里面，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圣灵的叹息到底为什么要用叹息这2个字啦有一些描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理解什么是圣灵的叹息台语的他说吐气到底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一般人说吐大气喘大气念东念西，就是这一些都把它走向一个比较无病呻吟无奈当中。但是这边的写不是这个意思请记得不要往那边去想。牧师从小时候听到这句话也一直往，尤其那个叹有2个字这个是一个欠，对不对？另外一个叹是口，一个口字的叹，但圣经里面是这个叹。那我们可以来分享说，一位新约学者叫 Shedard， 这杜德这个博士这个很出名的新约学者，他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解释。他说，祈祷是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里面也有灵，对不对？我们里面的灵呼求在我们之上的神。所以换句话说，不只是一种意识上的祷告，或是理智上的话，是因为你的灵里面的灵已经跟上帝的灵互通了，这个才是最高境界的祷告。那因为我们呢，从人的角度，刚刚我们不是说人的软弱吗？我们是软弱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吗？
为什么做这种解释？好像把我们打得很低，对不对？把我们讲得一无是处，啊，什么都不会。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服气了哈。但是他其实他的解释是这样子，他说：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认知来祷告。换句话说，你掌握的资讯不完整，所以你的祷告就出发点就有偏差的哈。第一个，因为我们不能预见将来，无法正确祷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说我们将来是要走上哪一条道路。很多事情哈，特别是有一些出名的人物，他的成功哈，他为什么会突然间走上这一种道路，他也不知道。假设突然间碰到了就发生了哈，很有趣哈。那我们可以解释说，神的带领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现在暑假到了哈，我们很多高中生要读大学，那父母亲最头痛的是到底选什么志愿哈？以前呢，牧师的时代哦，一下子100多个志愿，那你怎么填呢？都随便乱填，反正从第一个排到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到车尾那就上了，啊，跟你喜欢的都10万8千里，对不对哈？那现在我们的考试制度就变化很多了，牧师也不了解很清，但是选择性就比较高一点，你会选择你喜欢的或是你的志向。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个人的喜欢，那就是父母亲人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期待。那再来，你要不要求上帝说，上帝到底我应该走哪一条路？因为你不完全了解，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为这些年轻人祷告，让他们选上的、走上的，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的道路。有些人读书成绩很好，但是走这条路他没有热情啊，他没有兴趣。你只是读得好，他一生会活在一种不甘愿的当中。有些人可能他成绩不一定很好，但是他走上一条他喜欢的、热情的、追求的道路。我常常听有一个作家他在讲，他说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我就听他在广播讲，就看他的书，他就说，因为当时因为读大学，他也是我这个年纪啊，读大学他也是填一大堆志愿啊，填到最后说，被考上中兴大学的社会系，他也不知道社会系是什么意思，反正就去读了。而且1年级的时候暑假，就被学校老师差派说，我们的省政府要做一个原住民，那个时候叫3胞啦，山地同胞的一些社会调查，他就被派，因为他是客家人，他说台语不大会，所以就被派到山上，因为山上原住民都说国语嘛。他就真的去了，他跑到中部的信义乡去访问。反正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讲他的程序是说，他没想到去原住民那个时候还蛮原始的，对不对？他发现了哇，原住民的社会是他平常生活当中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就启发了他对原住民的一个喜爱或是关心，然后最后把他们那些故事写成小说。后来变成一个小说家那他自己在讲，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一个作家，我真的没想到。但是就是因为1年级暑假老师派我到原住民的社会，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料的。所以我们在祷告说，我已经很清楚我要干嘛干嘛。当然也有这些人呐，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网球啊？现在全世界最出名的网球名将就是乔克维奇，有没有？他刚刚打完那个法网公开赛得冠军了大家已经都退休了，他还在得冠军，而且还继续在创纪录。他是男生得到这个大满贯冠军的23个就是一定是最高了。他再得一个就跟那个女生的最高峰也一样了，男生更不简单。那我听他在访问呢，他讲一句话，他说我7岁的时候就期望我以后会成为一个网球赛的那个大满贯的得主，那真的得到了，而且得了23个，那不得了，已经变成一个传奇了那我知道说，他从小有这个志愿，你觉得他有容易达成吗？
他一定是很喜爱网球，而且天天练习，体能、技巧各方面的心理的建造都要完全这样子。我每次看他打完比赛哈，他会摸一下泥土，然后指上天呢。我知道他应该是一个东正教的基督徒吧。我就说神给他一个道路，他可能刚好走在神给他应许的道路，所以他一直往前追求。但是我们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啦。神有时候在意外当中让你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但是记得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预见将来，所以你要谦卑在神面前说：神啊，圣灵为我的软弱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我再来是什么，但是神一定是为你预备最好的，只是说你愿不愿意走上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最好的，因为你可能眼前看的不是好的啊。第二个，在任何情势上，我们无法判断什么对我们最好，你没办法判断，所以也无法正确的祷告。再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不能以有限的心智来操纵上帝的计划。所以基督徒，请记得，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社会的文化所影响，庙里面呐，或是很多求神拜佛的地方，他们都是跟他们的神明做那个条件交换的。你给我什么，我就打金牌，或是来酬神，有点类似说，就是按照我自私的需要得到了。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是说你要寻得神的旨意，要看见神在你身上所许下美好的命定，你把它命定实现了，那才是最美好的部分。有一位生物学家，他研究说，所有的物种有一个很特殊的基因，也是说一种特性，就是自私。他说，如果没有自私，人类或是一些物种就灭绝掉了。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在森林里面成长的一些树藤啊，它因为被大树遮盖，完全晒不到太阳，那就没办法光合作用。但是它有办法从那个树丛当中一直生，那爬着那树干往上，一直到有接触到太阳的地方，领受光合作用，然后它就能够生存下来。很多鱼啦、动物啦、飞鸟都是这样子。但是这种自私是因为生存的本能，但是你碰到神为你预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交出自己的自私？原来可以生存的部分交给神，然后神为你命定，你走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说圣灵的大能是怎么样？我们最后能够带到上帝面前的，就是圣灵这一句话说，为我们向上帝解说那种说不出的叹息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定，就是我们向上帝求万事，但请记得，没有哪件事大到上帝的全能无法承担。我说你任何超级大的事，都在上帝的掌权里面，这是基督徒一种自信。所以没有什么严重或是天塌下来让神管不了的。你当有这样的胸怀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任何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权下。第二个，上帝维系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件事渺小到父上帝眷顾不到，没有一件事小到上帝眷顾不到。记得牧师在乡下牧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祷告的是什么？说牧师我们这个牛不吃草怎么办？来为牛祷告。或是猪好像吃那个饲料吃不下呢，怎么办？那个我细微末节的事，你会说连这个也要祷告？上帝，任何渺小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恩典下。所以我们像前2个礼拜牧师在分享说，你要开车出去，你是用你的精神体力跟你的熟练度来开车，那当然是具备的嘛。你没有拿到牌照，怎么去开车？但是你说圣灵我要去哪里？求你跟我同行。就这样的微小的事情，上帝不会觉得说你这个无聊，连这个事情也要祷告，因为任何渺小的事，不会说上帝不管。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种自觉，大到没有说上帝大到他不能管的，没有小到他不关心的。请记得，我们之前也一直复习到说，圣灵就是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就如同基督在天父面前做中保一样。所以基督徒，你记得我们为什么教会有中保代祷？中保代祷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他有这样的软弱不足，所以我们代替他，类似基督在主耶稣在神面前，我们是一种大中保的性质，为万民或是为我们所知道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我们之前曾提到说，保惠师就是卫助者，对不对？就是一个辩护者。那等于类似说，我们现代人你如果遇到官司跟案件你都要申请一位优秀的律师帮你来在法官面前把你的事情讲清楚，因为你可能讲的法官听不出你的意思，但是那个律师知道所以律师是专业，他知道什么样的法律的话语能够让法官采信。所以圣灵就是在上帝面前的律师他帮你把问题困难带到神面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跟圣灵同行，把你的软弱交在圣灵面前，让圣灵为你用叹息来做祷告。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圣经当中有一些讲到叹息的部分吐气偷愧。那我们所说的叹息是一种心灵的表达。其实包括大自然，我们看到风在吹，风浪在打，整个云在跑，那些都是叹息的一种对不对？就是我们说大自然在赞美神大自然在荣耀神太阳出来，云彩飞，那个漂浮飞扬，那些都是一种叹息的另外一种解释啦。那圣经里面诗篇118篇25节诗人这样祷告说：上主救我们，拯救我们，上主求你使我们顺利成功，是一种对神的一种叹息的呼求。那我们看到出名的西西家王，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很生命重要的时刻，他怎么叹息呢？这份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20章1到3节，他说：约在这时候，西西家王害病，几乎死去。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去见王，对他说什么？他直接宣告上主这样说，他不是自己说的，是上主这样说，要处理好你的家务，因为你不会看护，你准备后事吧。哇，这一句话真的是晴天霹雳判了死刑了。如果牧师跑到一个会友面前这样讲话，牧师就被赶出来了没办法存活了。就是好像先知会讲这些话，有他特别的道理，因为神跟他同在，因为后面还有故事特别是向一位国王讲不是讲普通的人呢。那其实牧师也碰到其实有些人他知道他自己人生年岁已经到了，他觉得很满足了，他觉得神恩典够了，所以他会跟牧师说：牧师，你不要为我再存活祷告，说让我平安的去吧。牧师碰到很多这样子，因为他心中已经非常的平安，没再有挂念了。或是有的是儿女说：牧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让我们的长辈平平安安离开，不是一直要跟上帝要说让他继续活躺在那边也没有办法什么生命机能。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正式在推展这个，就是一种签名宣告说，我不在离开前不要再做任何的急救措施，让我有尊严的、平安的，让上帝的时间临到。但是很罕见的是，以赛亚先知竟然对西西家王讲这些话。好了，大转折在这里了。他说是上帝要他讲的嘞，不是自己随便乱讲，好像我讨厌你就讲那些负面的话。
他不是，他是上帝讲的。但是你看希西家王怎么祷告？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叹息。希西家转脸向着墙壁祷告说：“上主啊，求你记得我始终忠诚，一心一意侍奉你，做了你认为对的事。”他说不禁不住就嚎啕痛哭起来。这个很有趣的祷告哈。所以有人把希西家的祷告当成一种祷告的操练的一种，甚至有一本书专门写希西家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后来转折是说，上帝竟然改变他的旨意，让他再多活了15年啊，多活了15年，就是把人的天命竟然改过来。那不是人能改的，是上帝改的哈。那这个很有趣的，这是另外一种叹息的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是一种宣告，或是一种提醒。以赛亚书5章18到22节，它是讲祸灾，哇，就是没有办法再讲什么话，就台语说有灾祸了，警醒啊，就是这个意思。18节说祸灾，那些以虚假的绳子牵引罪孽，以套车的绳索拉紧罪恶的人，意思就是说，把人拉向罪恶的部分。第21节，祸灾那些在自己眼中有智慧，在自己面前有通达的人，他竟然在神面前是有祸的。好，那这些只是让我们知道说，无论是大自然的叹息，或是一个王的叹息，或是一个诗人的叹息，那最后我们要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是说，好，那刚刚我们谈到那个环节嘛，我们有软弱，我们不会祷告，那因为你跟圣灵很亲近，圣灵就替代你了，成为你最好的委托人，你最好的律师，最好的辩护者，然后在上帝面前为你祷告，然后上帝因为理解你的内心，上帝也听了圣灵的祷告，然后就成就了我们的需要。期待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这个时候要决定说，主啊，我要学习怎么样跟圣灵同行，我要不要自己我们说白忙瞎忙找一大堆想要自己处理事情，越搞越糟，安心的将困难带到圣灵面前。所以祷告的大能是关键于跟圣灵同行，爱主得意。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优先要追求的是，你有没有体贴圣灵的意思？你有把自己的困难带到圣灵面前？第二个，你爱主吗？还是你爱自己？我想那个自私在你里面，只想得到你需要的，但是圣灵的话你都听不下去。好，我们再做一点整理，就是说，软弱都是什么意思的软弱不是病恹恹的，没什么力气就是打不起精神，不是这个意思。软弱的意思是挣扎。什么挣扎呢？就刚刚我们讲嘛，你自己的想法，你自私的想法，跟上帝的意念或上帝的旨意差那么多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听到耶稣说：“上帝啊，神父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意思。”这句话清楚的点出什么？我们人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然后你又活在那个软弱跟复杂挣扎当中所以他说，挣扎的意思是信徒心中的叹息，介于上帝的律跟肉体的律之间。其实我们更清楚保罗所讲的，说我爱的好，我喜欢的好，我做不到；我不喜欢的坏，我竟然去做。就人的软弱在这边你怎么样克服这个点，就是得到益处的重要。好，所以呢，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他按照他的心意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摸着神的心意你怎么上帝那么样的崇高伟大，你怎么去抓神的意思呢？最大的帮助是圣灵帮助你。我们没有办法完整，但是圣灵会帮你就好像你要走出一条道路当中你自己走不了，圣灵帮助你，带领你，帮助你走上这条恩典的道路。所以叹息是什么？从圣灵所出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常跟圣灵同行，我们要欢迎圣灵来工作，求圣灵帮我们发声。所以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嘛，是你的意念有没有常常想到圣灵啊？我需要这样，我需要这样。所以我们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同学，你要考试的时候说，圣灵啊，求你跟我同行，让我的考试能够把自己所学的发挥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看到最后这一段著名的经文呢，哈，万事互相效力。这段话里面呢，哈我们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激发爱主的心，因为你一旦爱主，你好像就是站在上帝这个阵营啦。所以在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互相影响当中，你会站在那个得益处的一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事情会互相影响，好坏，我们说祸福相依啊，事情的运转会让你千变万化，但是走在神的道路，爱主的人，你会被归在那一侧，不会受到损害，得到保护，得恩典跟祝福的部分。我们都听过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做蝴蝶效应哈，蝴蝶效应，那是在上一个世纪有一个学者所发展出来的。他的简单的意思是说，在南美的森林里面，有一只蝴蝶，它一个摇动了它的翅膀，有可能会影响到北美洲会发生一个风暴。你会想说怎么有可能呢？哈，其实我们不是研究它到底有没有可能，他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大自然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大家都在关心地球暖化的问题，北极原来是冰冻的一片冰封的雪地，现在竟然融化。有人发现说，原来可以用船从北极绕过来，开船绕过北极，所以我现在从太平洋这边载的一个货轮我不要跑什么苏伊士运河，也不要跑南美洲，我直接从北极绕一圈，省了好多事情，就直接到大西洋，到欧洲的国家。哇，那看起来好像对生意人而且有一些国家就是蠢蠢欲动，但是我们想的不是这一些，是因为这些地球暖化、北极冰融化，我们很多在附近低地的国家都要被淹水了。那这个就是一种，也算是蝴蝶效应的一种嘛，就互相效力嘛。我们以前以为说大自然随便把它挥霍没关系，现在连海废，大家听过海废，就是说在海洋里面的一些废弃物已经严重到很多鱼里面都有塑胶粒啦。你当初丢掉的，到最后吃到你的肚子里面。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原来就是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大自然的一个定律。那你怎么在这些效力当中有损坏、有毁灭、有重生、有成长？那你是被神所命定说是得益处的那一方。他说你就是要怎么样？要爱主，要被神所呼召。这段经文说，台语的、国语的、华语的现在中文写的最完整。他说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基督徒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说，神啊，让我能够谦卑下来，让我欢迎圣灵把基督的主权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才是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要领受上帝的益处。你爱主跟随主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是甘心的说，神啊，圣灵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求你帮助我。圣灵啊，让我寻求你给我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上帝和上帝心意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勉励说，像以赛亚书所提到的56章第7节说，要做万民祷告的殿。我期待我们富强教会就是一间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圣经这样说我要带你们到我的圣山锡安，
使你们在我的祷告殿中有喜乐，并接受你们在祭坛上所献的烧化祭和牲祭。我的殿将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刚刚一开头的时候，牧师就把这段经文再一次强调过了。基督徒，我们不只是个人合乎圣灵的旨意的祷告，而是我们整体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聚集在这边，是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什么叫万民祷告的殿？不是牧师一个人的能力，或是你单独一个，或是哪一个长老，是万民同心合一。这个地方会有喜乐，这个地方会被神接纳你的献祭。你的献祭是你的敬拜、你的祷告、你的奉献，都被神所悦纳。愿富强教会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喜安，每一个人心中的圣善。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借由这样的勉励，要在神面前一起